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菜券做公益，大家12539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先来看咱拜二分享的学综艺。1928顺利开出19个，恭喜得到的朋友。今仔日是3月19，拜三，几套版路要分享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2期内的学综艺，咱对于10月11开始，一五第2期下2、3期，2期内32、33学综艺。第1期开32个，第2期开33个。10月19，一五第2期下2期甲下3期，2期内32、33，第1期开32个。10月26，一五第2期下2期甲下3期，2期内32、33，第1期无开，第2期开33个。12月初6，一五第2期下2期甲下3期，2期内32、33，第1期开32个。12月27，一五第2期下2期甲下3期，2期内32、33学综艺，第1期无开，第2期32、33双开。12月31，一五第2期下2期甲下3期，2期内32、33，第1期32、33阁双开。2月17，一五第2期下2期甲下3期，2期内32、33，第1期开33个。3月15，一五第2期下2期甲下3期，32、33，第1期无开，第2期，这就是3月19，拜三要用的。32、33学综艺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摆嘛是学综艺，咱对11月15开始，27个第3期，顶4期1、2、3、4，
第二支的尾数4尾加9 3尾，用0333。27个下六支1 2 3 4 5 6，开03个。12月18，27个第3支頂4支1 2 3 4，第二支的尾數9尾加9 8尾，用0838。27個下六支1 2 3 4 5 6，開38個。1月初7，27個第3支頂4支1 2 3 4，第二支的尾數6尾加9 5尾，用0535。27個下六支1 2 3 4 5 6，開35個。2月初9，27個第3支頂4支1 2 3 4，第二支的尾數7尾加9 6尾，用0636。27個下六支1 2 3 4 5 6，開06個。3月12，27個第3支頂4支1 2 3 4，第二支的尾數0尾加9 9尾，用0939。27個下六支1 2 3 4 5 6，這就是3月19，拜三要用的。0939，學綜藝，予各位朋友做參考。閣來即擺嘛是學綜藝，咱對11月11開始，07個第一支下兩支18、23學綜藝1 2，開18個。11月27，07個第一支下兩支1 2，開18個。12月初3，07個第一支下兩支1 2，開23個。12月初10，07個第一支下兩支1 2，開23個。12月19，07個第一支下兩支1 2，開18個。12月27，07個第一支下兩支1 2，開23個。
1月初6、07的第一期、下2期、这2开8个。1月18、07的第一期、下2期、这2开8个。1月26、07的第一期、下2期、这2开23个。3月17、07的第一期、下2期、这2，这就是3月19拜三要用的。100、23学中医，互顾的朋友做参考。伊即版已经连准9届吼，连准9届，即届是第10届，互顾的朋友做参考。号码有喜意才使用。过来，即版是枸杞。咱对于11月14开始，年5的无定位，下8期固定减2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咱由13开始，13减211，年5下8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减2 09，年5下8期，1、2、3。4、5、6、7、8，09，09减2 07，年5下8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07，07减2 05，年5下8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这是3月19拜三要用的。05，枸杞。互顾的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路，互顾的朋友下摆做参考。爱去看煞，爱甲大起大力5三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